这个所在小朋友来啊！咱这个所在有真侪宝藏，咱等一下落来摕宝藏。啊，毋过摕宝藏之前，咱看头前大声讲出咱是啥物队？我是叫我第一名队。好，自我介绍，你是？大家好，我是牛心琪。大家好，我是张富杰。大家好，我是李婉玲。大家好，我叫蔡嘉珍。好，各有四位小朋友要来摕宝藏啊！是讲村长，你最近实在足大心的呢，送宝藏，佮送金箍箍，即摆你佮要送礼物。你真正想伤济啊呢？想这无啦，拜托的，阮这物件哦，是连要摕去寄的，对啊啊，连哦，送货就来收走啊啦，送货连就来收啊啦。上回吼，恁好，恁这是大兴吗？是。收报告。我先回讲哦，这你甲我吼，好好啊送哦吼，这我是吼要互阮这个电推小姐的，对。啊伊吼生日，啊你送去的时阵，所以吼替阮家讲生日快乐。你讲伊迄内底是啥？鸡卵糕啊，鸡卵糕哦，迄无咧收啦，迄免咧寄。好，今日都无寄。啊，因为吼，阮咧吼咧寄的时阵吼，咧送的时阵，拢是用货车咧送啊。假使讲吼，阮塞车的时阵，转弯细角，也是讲打洞啊。啊，你迄鸡卵糕等下弄一个咪咪冒冒，你心意会了去啦。无你收哦。我感觉大海个村长，恁要送的物件应该是要检查一下。太阳队，咱替看卖是要送啥物物件好不好？无大海，你先去检查恁替我检查者，我这啦，你看我这是啥？这阮阿嬷的身份证，啊，还有伊的领钱的卡。啊，因为我之前甲伊借啊，去办一寡代志啊，我想讲我拢足久我无用转去啊，所以讲后这我就煞甲寄起来。太阳队，恁感觉这身份证啊、证件，还有这领一个卡，刚好都寄啊？袂使，袂使是安怎？恁感觉袂使？会互人偷摕去，偷摕去，啊无就是偷领。恁这探险队员吼，讲了足对的呢。其实吼，这身份有关的证明文件吼，较歹用寄的啦。假使讲伫咧寄的过程当中吼，去用偷摕去，也是讲拍无去，真麻烦呢。你若有需要用寄的，我建议吼，你会当去邮局寄挂号。啊，不过上好吼，你也是家己拨一下工呢。物件摕倒转去，顺续看阿嬷一个啦。哎呀，等去看阿嬷啦。我伫大兴河，我足无用诶。哦，对。你什么拢袂当给你规气歹做准对你诶。安尼哦，恁拢寄袂使寄，那我这来你替我检查下，这绝对会使寄。啥物物件？较细腻的哦，替我甲拍去。嘿嘿，来看一下。绝对会当寄。这个摕出来。这是阮阿朱姨啊，迄个组团的计增，差不多价值超过20万啦。20万？嘿，这敢袂使寄？这袂使寄，袂使寄啦。为什么？偷摕去，对啊，因讲了足对的，即马金仔价吼足贵的呢，遮贵重的物件，你讲拄仔讲偌济？20万。 20万。迄超过2万块就无要收啊！你寄规期足多系啊，咧。迄超过2万块，啊另外申报。嘿，另外申报。嘿，啊上加嘛免个超过5万啦。我甲恁看看，啊恁遮物件，你是无阮拢无得收咧，啊无。 以后吼，恁老哥要寄物件吼，即个打电话叫我来，我先来走，我代志无。我要寄去白大兴也是暗小前的时阵，我即个来。白大兴以上我白大兴啦。歹势，乱应该乱。对啦，互因加走一抓啦。是，村长，我甲你讲哦，因为我家己嘛有咧寄物件，咱寄物件一定要做功课，有一寡物件货运行是无要收的，啊，若是迄特殊的物件，咱事先来申报，啊，搁有包括的这寸球啊，还是重量，你都要照这货运行规定去寄。我还去证实有人就是寄迄动物啦，迄是活跳跳的。我跟你讲，这活跳跳物件嘛袂用寄，这都是无尊重生命啦。保护动物协会会去甲告呢。是啊。多谢咱的探险队长啦。啊，你有学着无？感谢你学着吼，讲学着。无啦，互因来摕遮宝藏的。是啊。系啊，你的面具甲我摕落来。你想？无，因为伊甲我这20万，无了去咧。我甲你动起来。我动起来呢。这算咩好啊？感谢一下。好啊。对，你这提宝藏，恁准备好未？好，来，准备接招，进来个。叫阮的名，即款是新喜爱挑战。恁虽然拢有一个称呼，
看阮叫到倒一个，鱼仔下落来，若伸到一尾鱼仔，就有一摆作答的机会。探险队，恁的皮就甲我平较红呢。来啊来啊，摕宝藏咯！来哦，即马来到这个关卡，到底主题是啥？应该真清楚，就是咱的衫裤。好，头顶什么字大写甲念出来？衫裤裙无嘿，无。无啊，恁平常时敢有爱去洗街？有爱买衫裤？就就好。问遮的探险队员就对啊。对，拢是查某囡仔，因为查某囡仔的趟数永远欠一项物件，就是欠一领衫，因为啥物物件拢欠一项，逐项拢欠。逐项拢对啊，欠。所以就甲伊问讲，你会去洗街？第二买，第二买，第二买。哦，既然这个我买，这关对因来讲应该是袂介困难。啊，安怎摕到大片？拢总有15尾鱼啊，4地有1块大片，8地就有2块大片，了解哦？了解。了解。来，准备接招，现在卡出来。无啊，无啦无。把这2只手啊，快稳。对，就是安尼。来，丢啊！头前对，丢啊！对几位？三，好谁哦？来怎样？ ，pass，好，谢谢。哎呀，可惜可惜，好讲哦。无，无个有。来，有搭阿妈未头前食哦。 5里这掌安怎？ pass 好，谢谢。好，玻璃的bonus，哦，哎呀，好啊，你现在冇事啊？看到看到真看到 bonus 啊！哎，3，运动衫哎，好啦啊，几位啊？因拢较优秀呢吼，爱走起来哈，滚！滚，裙哎，有哦， 99， 99对啦，99，阿娘，啊，是的啊，大了是的啊无。紧啦，你脑小开卖用的。小狗姐啊，我开始尔。啊，你做小人乱的你。老位一位。 2只手开始。滚！哎呦，来，无衫通穿，无衫通穿。啊，几位？好，心好运，安无尼就是无衫衫。好，抓出来。哎，摸一下优秀啦哈。靠！落地啊！对呀，啊，一位。我用这种啦，对不对？拜托你头前，哎，无鱼啊！拍者无鱼啊，举是个嘛，外 US 外套，哎，有一个个音外套。好用，无衫通穿，哦，敢有人知影什么意思？好心无好报。对，啊，就天公伯啊，无疼惜做好代志的人，啊，真可惜吼，好心无好报。啊，头先有一句 bonus， 未食5里这掌，破球唔甘吧？喂，来，再念一届。未食5里这掌，化球唔甘吧？嘿，对，啊，敢知影什么意思？5里这是当时食脏的是食啥？粽的迄一天，肉粽北农村迄天5月初5，啊，迄天进前，因为伊天气变化是真大的，虽然你可能感觉敢若小可小热，啊，毋过伊天气咧变真紧，有当时啊，佫足寒，所以你的球啊，唔通甲收起来，了解哦？是。好，来几分几题？哎呀，真歹势，敢若有6题，1块大片尔，请听。来，摕着大笔大小就念出来，台湾农产品。色卡，好，来大句。这家好食呢。来到这个所在。好，第一关1块大片，咱搁甲 bonus 收起来，真好。后一关来哦，准备接招，准备卡。什么？龙虎伞？咱身躯边定定看到生活用品，经过上挑的我，小动一个骹手，随便做好耍挑战。
探险队，恁千万唔通看轻这的物啊！若是唔捌半项，可能就摕无保障哦。嘿嘿，准备接招！什么拢好耍，算虾米？算虾米？要安怎算呢？就是你有看到杯珠啊，甲恁摆好啊，你要甲杯珠啊拍起来了，爱甲接着，安尼食阿米安尼食无？接起来了，你爱念出这个字，用这个字来做词，啊你啊做2题对，就1题大片；4题拢对，就2题大片，了解无？了解。好哦，哇，这关真正爱考验恁的反应哦，爱真紧哦。好，应该拢会使。平常是有咧运动无？有介意啥物做啥物运动？跑步。羽毛球、招标，走标、游泳，游泳哎袂歹哦。游水真好。对，拢甲这无关系。无关系啊，毋过这考验的是反应啊。手啊，哎呀，有机会哦，羽毛球这个抢对啊，手的动足作活骨啊。的。后来到底恁通啊摕到几块大片，准备接招，现在噶，来开始。啊，快紧。好来，好，一个。哎呦，嘿，来，好，豆豆来，有机会哦哈。快紧，好。爱速度较慢的哦。有啊，什么字？天来，这要倒去倒位咧？你要想起大来，起了，看头前讲，天，完全好来看头前，来，天崩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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对。啊，搁有啥物？什么天，拢会使。乌衣天，不是乌衣哦，乌衣哦，迄是乌衣哦。落雨天，落雨天哈，对。注意哈。哎呀，快紧哦，够有机会哦。时间是有你行的哦，注意哦。这把哎呀，哎呦喂呀！没无啊？哎呀，好啊，好，大家看这。对。对，来，要到倒位咧？第罐，第当，第第谁？第什么？哦，你大去啊，看头前听着。第什么？看头前咧。对谁？对哦，啊，搁有啥物？顶对。顶对，对。对哦，来。好，啊，注意哦。哎呦，哎呦，加油，第3位啊。阿米啊嘴，还水哦。还有勇气。十，十，什么？十啊，在倒位？这真简单哦。是什么？十当，是什么？习惯。习惯，来。看习。十对哦，真标准哦。来。啊，顺他妈一字尔哦。嘿嘿。哎呀，哎，无得用过啊。你用过啊？无啊，剩一字尔，你剩一字。你啦。你当，看头前，你当，啊，什么你？桂你，啊，水啦。啊，有一题，哎，过关啊。过关啊！天这个字，我通啊读天甲天。头前迄个词是啥？天天崩，天崩。天崩，崩，天崩是啥？敢知？洗碗水。不是，知道了，嘛是天崩。天崩啊，迄嘛是天花板啊，不是啊，不是讲这嘿里，啦，你是，嘿啦，天花板啊，天崩，安尼知影无？怎样？哦，天崩，啊那天佫有啥物事通啊斗？落雨天，够过啊？出头天，出头天。一片天，一片天，啊，红太天。红太天，太好，哇哎呀，4分4题拢对，所以通啊摕2题大片来，请听。来，摕点大片，赶快大声念出来，台湾龙山片，啊，你免想大声无要紧。熊熊，好。相容，你免想大声。你开始。牛角刀，大霹雳，哦，第2个字就变足温柔的，牛角刀，我就甲欢乐语录听。好，下面。唔是我惊伊收声啦。嘿啦，我来。啊，叫伊较轻的，轻声细碎。对。好，目前是摕到3题大片，还佫有一关，到底通摕几题咧？准备接招，现在噶。Just do it！探险队来作答，留一题就会当对桶啊读一解，见读一解就有分数，加起来若到10分就算恁过关。嘿嘿嘿，我看恁也是困懵困，卖迷茫啦。
来哦，just do 耶 it！耶耶！看你要选倒一空，有几个分数？我先讲好啊啦，安怎来摕到大片？5分就一块大片，10分就2块，看你运气啥款。好，先去甲你问一下，你拢差不多是几点起床？ 6点，啊， 6点。啊，你6点就起床啊？我先看册啊。你先起来看看下。安尼，我通啊甲你借问一下，你第一下安尼恁班的拢考第几名呢？第3名。真厉害，这是努力换来的成果啦。有安尼对你这个题目敢若有帮助？来，第一题是时间题，请出题。小弟7点起床，伊开5分钟，洗嘴洗面，佮开10分钟，食早顿，佮开5分钟穿衫裤，最后呢，阿爸塞车带伊去学校，佮开10分钟。借问一下，阿弟啊，几点到学校7点半， 7点半，确定？确定伊无困过头？无吼？所以你的答案是7点半。 7点半，对唔对？真准嘞！敢有需要解释互伊听？ 5分加10分，5分加10分，加起来就是30分，所以呢，7点30分，伊就会当到学校咯。啊，请你啊，先去一个得一个，对不对啊？是。好，来，你看卖得一个会加几分嘞？来，请选。几分？好，金姐几分呢？这个好，到底这空会是几分嘞 ？Just do it。好啦，第二题是拼题，请出题。好，小朋友，咱逐工哦一定爱食的就是鸡卵啦。啊，咱下面要怎判断这个鸡卵吼是有青啊无青？我甲吼这卵蛋在水底一沉落，请问安尼是有青啊无青？卵沉落是有青还是无青？卵沉落是有青还是无青？蛋在水底。车有青，有够青才会沉落。对，有车较大声。有青才加大声。对。哦，所以答案是有车对唔对？噔噔噔噔。哇！好啦，对啦，请解释一下。唔对，咱小朋友讲的吼，沉落就是有青，是安怎的？因为吼，咱这个鸡卵啊，伊白白这个所在吼，内底有空气，啊吼，咱拢会讲这叫做卵龟，啊这卵龟吼，伊若无青的时阵，伊就会吼变大，啊吼，伊个重量个会变轻，所以吼，咱就会用这吼判断咱的鸡卵是有青也无青。好，会使选啊，来，请选。选一个，像青菜选。倒一空。这康哎呦，有机会哦！到底这个空会得到几分 ？Just do it！ 哦哦！哇！几分用第二啊？你就6分啊呢？啊那6分，伊若无可能。 5分、11分，无可能，无可能，无这种代志。我感觉是来来来来，来哦，哎对，婉玲，厝内敢有饲动物？无，无，这跟动物有关系啊。婉玲，因为阮兜的人过敏啊。哎，过敏啊贵！运哎对啦。无你家己本身有想要饲的对啊？有啊，想要饲啥猫啊？鸟啊我，想要饲狗啊。饲狗啊？看卖第3题是啥物款的动物要出场来，请出题。来，详细听清楚哦。阿明饲一只狗啊，叫做王来。王来哦，足够塞奶。啊哦，伊的主人咧食饭的时阵哦，王来拢会走去伊的身躯边。啊哦，伊的主人就看下伊，哎哟，遮尔古水。啊，这个饭桌顶悬哦，有红菜头，也搁有骨仔。请问一下，爱互王来食啥物，才会是安全的呢？我是你刚刚要建议，食骨啦，还是食红菜头？爱食饲料，我建议食饲料。食饲料唔通我白食。对啊，到底物件哪会使我袂食？所以你选的是啥？骨啦。红菜头。哦，你选的是骨啦。你选的是红菜头，对唔对？哇！
看解释一下好无？这骨头吼，若是薄厚幼幼的，伤着伊的牙后，所以哦，伊会袂爽快。所以呢，爱食红菜头，因为这个红菜头素会当哦，顾伊的目睭，哎，互伊目睭安尼哦，足水的，知影无？对啦，听搞啦，来酸七康，哦，青菜两分的就好啊。一个对，来换，互你一个机会。对，两分一个5分， Just do it， 5分，无可能啊，哪有可能这样？当然行啊，你比赢家欢喜，运气太好啊！真的。得到4分，得到5分，得到2分，总总加起来11分，恭喜通啊摕2块大皮，请摕。哎，你去摕鱼啦，安尼啦。来，摕着大屁大声念出来。哎，菱角，对，菱角好，好，再来一个。还有啊，卡给你。你哦。我总好可能，我都退掉。哦，好来，水。唔通欢喜过头，还佫有3题无摕到。来，到底敢摕到宝藏呢？现在讲，摕到，摕袂到，摕到是摕袂到，绝对摕到。哦，绝对摕到哦。哦关有信心。有信心了，好哦，所以是派家珍要出来背。来，啊，你敢有想要刷位？无，说一个就好。啊，这边别说他。说一个。要刷哦，要安怎刷？你安尼想要安怎刷？你管你说。你算。嘿，你说。看你要加无用啊？敢有刷刷？哎呦，安尼，哎，要安尼哦。用这招，好来手甲换咧，家珍，我讲背的时阵才背，而且背超过1空才有准绳。到底敢摕到宝藏咧？好大来哦，请背。哇！好啊！班长，我嘛唔通紧张啦，你若头受够的啦。来，哇，这大客啊！对，来，送给你。哦，甲你讲，这哦，就是咱哦 AI 的这个吼非常聪明的宝贝。宝贝机器人，我来开呢。啊吼，上厉害是你爱家己斗。好，啊，今日参与落来心情啥款？就欢喜就气切，欢喜个气质，醋味。真趣味，加醋比加欢喜，趣味个欢喜。啊，阮林你咧，新的无，新的无。就欢喜的啊，因为第一届参加。对。好啦，继续讲台语，恁就有机会佫摕到宝藏。恁真正是非常了不起。大家